花市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初6，旧历的2月25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是在互人看到的流目屎。太多个火车败马事故，今仔日来到第5天，大部分的罹难者的遗体都已经车转去故乡。司机员袁顺修的遗体是先伫花莲吉安乡来火化，又代替开专车载着袁顺修转去台中丰原的老厝。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嘛来到现场，看到家属真伤心，而且是单脚跪落地去扶家属站起来。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长谢明顺嘛亲身率员列队来送袁顺修最后一程。林佳龙来到司机袁顺修的告别式现场，除了甲家属揽，甚至阁跪落，心情真悲痛，伊伫灵堂感谢伊的牺牲。顺修，我是佳龙部长，来看你，送你最后一程，我们会用专列载你回家，回到台中。原本列车有去有回，才算是完成一撮任务。代替用专列载转去，嘛上灯回程任务的结束。这摆不幸罹难的司机员袁顺修，到上尾1秒，搁来打动啊！林佳龙安慰家属，已经勇敢。他坚守岗位，守护乘客到最后一刻，所以这个是因公殉职。上尾一刻，太太已经上爱的西装。然后遗体就送上去吉安乡火化场，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长嘛亲身列队迎送伊最后一程，要向这位负责任的司机员表达上深的敬意。